喺一個遼闊嘅非洲草原，一個叫做辛巴嘅幼師喺度學習緊點樣先可以成為未來嘅森林之王。然而，比起學會狩獵同統治，辛巴仲發現咗一個更重要嘅力量。呢個力量就係友情啦。喂，娜娜，睇下有一群斑馬喺度玩緊啊，真係好得意啊！係啊，辛巴，佢哋就好似我哋一樣，成日一齊玩，無論遇到咩困難都係互相扶持啊！生命最珍貴嘅唔係我哋成為啲咩嘅人，而係喺旅途中我哋身邊有邊個。喺辛巴嘅成長旅程中，佢嘅好友娜娜一直陪伴左右。娜娜有時真係好擔心㗎，因為佢後來可唔可以好似父王咁樣，變成一個偉大嘅國王呢？辛巴，你會㗎，因為你有一顆善良嘅心。而且我會一直支持你，我哋會一齊面對所有嘅困難㗎。有一日，一個邪惡嘅陰謀威脅住整片草原，辛巴同娜娜必須齊心合力保護佢哋嘅家園。娜娜，我哋唔可以俾人得逞嘅，我哋要派動物去保護我哋嘅家。係啊，辛巴，我哋要讓所有動物明白，團結先係我哋戰勝一切嘅力量啊！喺緊要嘅關頭，辛巴同娜娜用佢哋嘅勇氣召喚咗成個動物王國。佢哋深知，當每個團體在一起，無論任何挑戰都係迎刃而解。喺友情嘅力量之下，辛巴同娜娜成功地保護咗佢哋嘅家園，迎來咗和平嘅未來。佢哋嘅故事同我哋講，真正嘅力量係來自於彼此同支持嘅關愛。親愛嘅聽眾們，讓我哋學習辛巴同娜娜，用友情嘅力量迎接生活嘅每一個挑戰。感謝你哋嘅收聽。